过去大家拢认为讲用食物的淀粉、糖分做出来 PLA 材质这款杯仔甲盒仔，会当互生物分解，会较环保。不过论证来讲，市面袂少 PLA 材质拢有含塑胶，而且回收了后，爱伫特定的环境才有材料分解。即阵环保署宣布，8月初1开始，公部门、学校等等8类场所拢袂使搁用 PLA 材质的免洗碗池。有饮料店业者会使用这种 PLA 的塑胶杯仔，因为这甲 PET 无同，是属于生物可分解的材质，不过也是有破坏环境的问题。环保署表示，自8月初1开始，要禁止8大类场所来使用，即阵会开始收集各界意见。针对6个项目啦，就是所谓的杯、碗、盘、碟、餐盒跟餐盒的内衬。那其实这个因为 PLA 的一个特性，它不耐高温，只有少数的这一种人品的杯子的使用，可能还有用到这一些 PLA 的材质。比较 PET 的保特版是回收古再制成其他塑胶制品，生物可分解的塑胶 PLA， 虽然讲会当分解，不过就要伫特定的环境堆肥，温度50度，时间是要2个月以上才通分解，佫会造成即马回收的问题，影响分类古再利用的品质。在这个部分，它不见得是适才适用，它没有办法去发挥生物可分解的优势。那如果说有民众不知道把生物可分解的这些餐具丢到环境中，其实它也是不容易分解。环保团体认为，这种 PLA 材质通有别项的用途。环保署嘛表示，因为这阵环保意识已经偏向家己早餐具甲中户使用，加上后面去年嘛建议 PLA 袂当黑白用，所以按算预告修正，甲 PLA 免洗餐具纳入限制使用。8月开始起查，违法会处清理到6000块。记者连日续开台北采访报道。